后来继续来到彰化的宏远，这是另外一场的抗争。讲拍算要伫个第6公墓来起火化场，但是要起火化场的地点真晚近砖头，23公里左右到6间的各中国小、甲工业区、甲观光区，每一年有超过20万的游客。在地人是真无愿意伫迄个所在来设火化场，再起有400外乡亲烧招到乡公所、到县政府去抗议。 400外名彰化宏远乡的乡民，摕红布条啊、黄旗啊，大声抗议，因为因拒绝火化场起伫个宏远乡。这火化场设伫咱教育单位、伫公所、伫农会才1公里内底尔，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阮乡亲非常的反对。 抗议火化场的人数有5102个人人数签名，当地居民强烈的抗议是因为火化场已定地就伫个宏远第6公墓周边有6个村里。 人口密集，有6间国中小学，以及全世界上大建筑妈祖庙，甲国宝级的宏远海牛，边境距离大约3公里，才每当有超过20万名的游客来。有这个声音出来，当然是不管是啥物声音，阮拢会送互乡长去做好法讨论，去做好法裁决。哎，伊哪出来？伊哪出来？今日咱是抗议，不是要来听政令宣导。 乡公所代表伊接定情书，伊嘛想要解说火化场设伫宏远乡的原因，但是抗议民众情绪真激动，无要接受，而且要求乡公所1礼拜内恢复撤销设置计划，若无排除要发动罢免乡长的行动。